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144首。我心近我是阮宝座。我心有我是阮宝座，主要贴我祈祷，向你白白比你较情，心心阮的安宁。我渴求主你所言语，我就何那辛苦，主叫了苦的人就你，我就真正无依。罪恶的大地镜头顶，撒旦下别无停，我明到前心来行行，靠主就的安定，求主做我顶摆保护，伫我身边照顾，予我通对个我的讲，主是我的头目，奇妙听通流血受死，是家见笑无比，连我亦当做人求情，你也是阮无停。以色列书38章、39章是讲到有关高洁的预言，因为高洁因的深入甲因的保险，上帝要向因来发授去。咱有提醒这段的记载是上帝启示文学，是用预表的方式，无拄拄是历史上倒一个真实的国家。今日要继续来看39章。39章是要讲起着上帝要来抬这高洁的军队，然后以色列人要来赢过因，甚至要来掠走高洁的军队。这是1节到10节。11节到20节是讲到伫即个最后的末日的大战了后，才会摒扫甲才会清理。以及21节到29节是讲到以色列人因要伫因的故乡本土，要伫迄个所在来安居乐业。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39章的经节。第一节，至悬的上主讲：恁主啊，你着对米色甲土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高洁传达我的信息，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要甲你作对，我要甲你掉环头，互你离开极北边的所在，带你去攻打以色列的山，然后我要甲你的倒手的弓甲正手的箭拍落去。你甲你的军队以及缀你来的外族人，拢要死伫以色列的山。我要互你做鹰鸟甲野兽的食物。我捌讲，你要死伫野地。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我要放火烧马国，甲平安徛起伫沿海一带的人民。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我要伫我的子民以色列中间显示我的性命。绝对无容阮我的性命搁受亵渎，安尼列国就知我是上主，以色列诚信的上帝。所以上帝伊虽望互伊的子民以色列受到外国的侵入，受到外国的这个攻打甲毁坏，但是上帝有缘到一个时间点，伊家己会来出手。上帝出手的目的，就是要互这个外国外族嘛拢来认捌上帝。所以高洁检采有可能是讲到巴比伦，检采是有可能指到历史上某一个对北方来一个强大的势力。
但是伊若侵犯上帝的子民，上帝犹原要来出手，要来伫遮的伊家己的子民的失败的顶悬来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犹原互伊的百姓来经历这段。这段嘛当对照的是伫即个启示录的第18章，启示录的18章就是讲到即个落尾末日的巴比伦要毁坏，巴比伦倾覆，讲即个巴比伦亲像一个大城，即个城竟然毁坏，互迄个时代人无法度去理解，无法度去想象，因为即个是。极大的巴比伦竟然会倒坏啊！这伫以赛亚书、亚利米书，拢有讲到有关的这个预言伫以西结书的39章，嘛亲像咧看启示录的第19章18章，是讲到即个末后的时，遮对敌上帝遮一切的政权也好。势力也好，遮个国家也好，最后拢要失败，拢要毁坏。第8节，恁着知日期到啦，我讲的迄日来啦。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以色列达城镇的居民要出去甲人协甲的，要出去扣人协甲的军器做兄伙的柴，就是盾牌、弓、箭、枪、棍仔。才会有够互因兄7年久，因毋免搁去野外捡柴，毋免搁去树林采柴，因为人协甲的军器袂当互因兄伙，因要抢遐个捌抢因的人，要劫遐个捌劫因的人，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伫遮出现一个真无法度想象的，就是因敢去捡遮个军器，遮个军器会当摕来兄伙，安尼摕转来厝烧，竟然会当烧7冬，7冬春夏秋冬，安尼连续7年，安尼看起来到底有偌济个军器呢？一般伫战争遮个战败了后，人去捡遮个武器，捡转来安怎？拢会甲留诶，然后遮个武器是要安怎留落来保家卫国？遮个武器是要留来保护家己，无互外国人过来攻打因。但是因既然甲遮个武器捡转来是做柴来兄伙烧，表示讲因无阁需要使用遮个武器，因真有把握。也真确定，就是无要阁发生战争，无需要阁留遮个武器，遮个武器已经无路用，已经无效去，所以因是规气摕来兄伙兄柴，较实际，所以也代表讲这段预言也是讲因真清楚，伫迄个末后的战争结束了后。无阁有战争，嘛袂阁发生，是会当永远和平过日子，这是当是值得咱，我相信也是真侪即个世代，也是像讲伫即个世界上，真侪人真期待，就是永远袂阁发生战争啊，永远袂阁有战争的代志。11节，上主讲，伫迄日，我要伫死海东边以色列地会出外人山谷，找一块互高洁做墓地。即块墓地会挡着要对遐经过的人，因为高洁甲军队伊的军兵埋葬伫遐，即个山谷要叫做高洁军兵国，高洁军兵国。12节，以色列人为着要洁净迄块地，用7个月的时间甲因埋葬。迄所在的人拢出来参与，对安尼因得到娱乐。这是我显示因根的日，我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因7个月久派专人去逐所在巡查，将遐个来侵犯以色列人的尸体埋葬好势，互土地洁净。巡查的人行透逐所在，看到死人的骨头，就伫边仔做记号。听候人将遐个骨头埋葬伫高洁军兵国，伫遐嘛有一座城叫做哈摩纳，意思是军兵的城。安尼土地就得到洁净。所以这毋是只有一场战争结束那点，这战争除了结束是代表以后对即搭以后袂阁有战争。然后伊嘛爱将即个土地流人血的遮个罪，甲遮个罪恶，拢爱来洁净。
所以咱伫37章看到一堆的伫即个平原还是山谷，一堆的即个高大的骨，拢无人捡骨，无人收尸，就安尼等伫即个旷野趴远。但是伫即个所在是完全无共款，39节伫即个战争了后，大家拢出去收尸，甚至上帝佫指定一个所在，叫做高吉军兵国，就是要将高吉即个敌对的即个军队的王，要将伊带伫迄个所在，上帝拢指定，甚至要甲遮个人收尸，就爱佫开7个月的时间，办遮个丧礼安葬安放，等等遮个就爱佫用7个月，甚至这7个月中间，伊爱佫去巡查，看有漏沟无，若看到要有一支骨头，伫路边就爱做记号，然后佫有专门有人会来捡遮个骨头，佫甲伊带伫即个叫做哈门和本犯罪哈门哥格谷，意思就是哥格的军兵即个哥格王，伊即个军兵，拢带伫即个所在，所以叫做哈摩纳，哈摩纳意思就是军兵的城，军兵的城，所以安尼做目的就是要将这土地救助，这人的浪费，这性命，拢要甲伊摒清去。就是伫即个战争了后，才会清扫，甲才会摒扫，互伊清去。17节，至悬的上主对我讲：恁主啊，就对逐种的飞鸟甲野兽讲，来，对逐所在组织我来食我伫以色列的山为恁准备的祭肉。恁通伫遐食肉啉血，恁要食战士的肉。啉世间收恁的血，亲像伫食巴山肥的绵羊、港、羊仔囝、山羊港、牛港上款。恁要食我为着恁准备的祭肉，食肉食甲饱，啉血啉甲醉。恁要伫我的宴席食战马、马兵、战士，就是所有大军的肉，食甲饱。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一般咱看到食甲饱足欢喜，有即个好康的，但是即场食甲饱呢是食遮的战马、战马兵、战士大军的肉，就是遮的失败的，拢要诚做啥物人的遮的白粉呢？要诚做所有逐种的飞鸟甲地上的鸟兽野兽啊。所以伫第4节的所在，上帝就有讲起，39章的第4节，上帝就有宣布讲，要将高吉甲高吉的全军，伊的军兵，拢要互因倒伫以色列的山顶，然后搁要互因的身尸，要诚做飞鸟甲野兽或者的食物果然到伫17节即个所在，就真正拢发生，变做因遮的战士，变做别人的食物，变做别人的饱费，变做互人食甲醉，食甲饱，食甲饱。即个景象也互咱想着看起讲，是一个真残忍，但是上帝预言确实来发生了。21节，上主讲。我要对列国显示我的恩光，万民就要看见我安怎下手伫因身上施行审判。对迄日起，以色列要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列国要明白，以色列受放逐，是因为因的罪过，因背叛我就明越早无看顾因，搁将因交互因的对敌。互对敌甲因刣死，我照因的误会甲罪过对待因，我明越早无要看顾因。上帝安尼最后设一大连转来，就是互以色列的失败，然后看起来是外国人的成功，但是最后这外国人因认为因成功，但是最后因搁踢着铁棒，然后搁失败。就是要来显出以色列人的成功，毋是人的成功；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人的失败。什么意思？
就是以色列人，因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因若成功，人会看讲，你做这是人的成功，是人的熬。但是上帝讲毋是，这是因为上帝的熬，所以上帝就爱互因拄着失败。发现讲以色列人甲咱共款，拢是普通的人，拢会失败，拢会跋倒。但是因的失败毋是上帝失败，是人的失败。因的成功，才是上帝的成功。所以上帝用安尼来教导这列国万族，互因知影因安怎失败，信用顶悬对上帝的信用失败，所以上帝就互因拄着灾祸甲灾难。即马上帝已经来管教。教示这以色列了后，上帝嘛要来教示这列国，所以上帝互以色列会当搁复兴起来，是因为已经上帝甲因换做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互因会当欢喜遵守、顺坦上帝的诫命甲规律。安尼因的成功，才是上帝的成功，毋是靠人，是靠上帝的神才会当来成功啊！所以上帝要来伫这个所在来显出25节，至关的上主阁讲：呾我要怜悯以色列所有的人民，互受放逐的雅各后代转转来，要尽力维护我的性命，因伫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无受威胁的时，因要袂记得过去所受的见笑，甲背记我的罪，我甲因对敌的地组织起来，对列国带转来的时，列国就知我是神神。我甲因放逐去外邦，后来国甲因组织转来本地，无留一个伫外邦，因就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我要将我的神拼落互以色列人，袂阁活等心无看过因。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上帝毋是这个游戏，毋是要胜一摆、胜两摆一直胜落去，无上帝无遐无聊，上帝伊要通过安尼一概就来显出，人的成功毋是人的熬，人的失败就是人的软弱，人就爱谦卑伫主的面头前，才会当看起是上帝的熬，是看起是上帝的快乐咯。所以28节，因真正学习，连列国嘛要学习，只有上帝才是上帝，所以上帝伊的面袂阁活长心无看过因，上帝要将伊的神灌压伫以色列全家所以36章27节，迄个26节、27节，上帝个讲，上帝要将因垦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拄去因石头的心，想随因肉柔软的心，然后互因的灵会当顺坦上帝话，会当听入去，佫会当欢喜去行。今日这段的圣经，咱昨有看到这段会当对照，就是启示录19章到20章，伫这个启示录所显出的这个末日的战争，是耶稣基督过来的时。甲伫即个千禧年，伫即个1000个禧年的时，上帝伊要来通过遮个清气摒扫、大扫除，将遮地上的罪恶，拢要完全来摒走。伫遮个战争的最后的尾流，就是今咱看到的39章，遮个对敌的军兵，最后因的生死，拢互遮个鸟仔野兽做食物。然后启示录19章讲到这敌基督假先知，因拢去互ฮ็伫即个火湖的中间。启示录第10章，魔鬼也是共款，去互等伫即个火湖的中间，拢完全的杜灭。所以袂阁有战争，袂阁有遮个军器武器的需要，甚至伫即个哥格这个王也当代表的，就是这个敌基督就是这个兽，就是这个反对上帝的囝，反对这个弥赛亚，反对这个基督这个势力，上帝就是要互伊完全的失败。
虽望伊捌是上帝所呼召的仆人，但是最后上帝要互伊完全的失败。38章、39章看到这敌军所留落的武器，会当做柴来烧7年，甚至阁会开7个月去收尸，然后安尼才会当来清去全部的罪恶。伫启示录是看到伫即个千禧年，亲像以赛亚书第2章所讲的，将这军器倒拍做是犁头，然后将枪拍做是镰仔，这无阁举刀，阁无阁举枪，然后因无阁学习战争啊，无阁需要用武器啊，然后伫即个启示录启示录看到这死人国活。但是这死人国活是要伫白色的这个大的宝座前来受这个宝座顶的这位羊羔的审判。伫启示录末日以后，就是要进入启示录的21章啊，要进入这个新的天甲新的地的这个意象，嘛代表上帝是头，上帝是尾，上帝是创始成终，要带咱进入到这个新天新地啊，所以咱今日读到39章结束了，40章开始，麦当讲就是这个新天新地啊，对40章到48章连续的9章啊，所以这个读先知以西结，就甲亲像是旧约的启示录共款，内底对这的末世，就甚至末世对接上帝这的款式，拢真清楚的描述啦。所以咱最后搁来看一解这个表，33章看到的守望者，34章看到的好牧者，35章的歹厝边，36章爱有新的生活，37章是新的生命，是枯骨复活。38章、39章是讲到这个大的灾难，是最后的灾难。但是通过最后的灾难，就大的复兴，上帝要调翻头，上帝要伫对敌的面前摆设宴席，上帝要通过安尼来显现伊家己的荣耀，上帝要通过这个战争的胜利，要带人进入到一个无阁有战争的新的天甲新的地，是要天顶的圣殿、天顶的圣城。今日这章金句，选最后一节29节，我要将我的神拼落互以色列人，袂阁活长心无看过因。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上帝听人跳到落尾，真正是安尼。就算讲这个人真正背逆，这个人真正无听上帝话，上帝驾驶了后，上帝犹原无会阁活长心，上帝犹原要继续看顾。这段圣经，我的感受就是咱真期待所有战争会当早一日来结束。战争当时才当结束，毋是只有签和平条约，双方签名，安尼就战争就结束。战争结束也代表讲大家愿意双方拢将武器拢摕去烧，拢甘愿将这个武器摕去做柴来烧。就是讲以后拢无需要大家搁用武器，无需要搁起骹动手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是因为人拢找到一个救世主。找到比赛啊，找到大君王，毋是靠拳头，毋是靠武器来解决问题，是大家拢降服顺服伫即个大主宰、大君王比赛啊，耶稣基督伊会伫你的下面，这是咱真正期待的和平啊，和平。今日是10月19号礼拜日，今日是总会所定的即个教会教育时间的奉献主日。今日咱要伫主日中间，也要来颁发这个生日的祝贺金，是伫第2场的礼拜中间。然后今日咱2场礼拜拢有这个协会的主日是咱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主要拢要来招募这个志工，会当来参与伫协会的志工队，也是参与伫协会的会员。
今日下晡咱嘛有即个2026年曙光的研讨会，咱要按时对1点到5点，要来针对第明年度教会曙光要安怎安排，要安怎来进行，特别是新选的甲旧现任的这中职啊，新就任的长职甲全职同工，做伙要来参加。今日的祈祷要用启示录的19章1节到20，后来我有听见伫天顶亲像一大群人大声地喊：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拯救、恩典、权能，拢对咱的上帝来。伊的审判真实公义，因为伊有审判迄个用阴刑败坏地上人类的大阴妇，有刑罚伊留上帝仆人的血的罪。这段的圣经，互咱一个安慰，就是上帝伊最后一定会将这个魔鬼。将这个对敌好好甲伊修理，就算讲咱无法度赢过魔鬼，就算讲魔鬼甲咱修理到真忝，但是咱毋免惊，因为上帝最后会得胜。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愿俄罗主，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君王。你是坐伫宝座顶圣洁的羊羔，你坐伫宝座顶，这个世界虽然动摇，但是上帝你永远袂改变。主啊，你是阮的靠山，是阮的帮站，是阮的坚固的石磐。主啊，当阮拄着遮个危险危急，当阮受着遮个威胁遮个世俗一切的遮应有试探，也是攻击的时，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帮站。互阮会当对你的信心，互阮会当因为通过你的话语来相信你，也来尊叹你，阮就要得到福气，阮也要吞忍到落尾，阮也要因为阮的信心吞忍来得到性命的免流。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经历主你的牧养，经历主你的福音，会当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伫阮的生命，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社会、教会、国家中间，搁一摆搁来显明，看出上帝你的公义，也互阮会当来超找，阮无搁来挖靠。势力也无靠倚靠权势，只有倚靠万军的耶和华你的神才当来成这的事。愿主你大大帮助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244首，人对我讲，担咱来去。
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